大家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利用这个爱台语这个网站查家己的名的罗马音。首先，咱入去这个爱台语这个网站内底这有一个叫做你的名你的名字字落顶面呢是拍你的姓下骹是拍你的名比如讲，即摆我用我的名来做电视诶，好，咱即摆面顶留家己的姓下骹留你的名拍好了后，字即个青青安怎念字落啊？字落伊就会出现即个像郑昌敏即个罗马字罗马音罗马拼音啦咱即摆甲伊复制起来甲即个骨齿滑鼠字咧即个中的所在字两个就字即个正手边复制其实咱嘛会当离即个三角的伊有一个发音地昌敏，郑昌敏好咱复制了后等来咱的网站内底的留言内底来甲即个你的名甲打起来打起来，安尼就完成我就直接介绍到这。